掘出嘅貓骸骨啦，證實喺5300年前咧已經係有人養貓㗎啦，比之前認為嘅時間早咗足足3000年。李嘉文講下。貓嘅魅力之一就係佢哋雖然被馴養，不過依然保留咗些少原始野性，令人難以捉摸。有近代基因研究亦都認為家貓嘅祖先係非洲野貓。不過貓同埋人類嘅關係係幾時開始嘅呢？最早嘅證據嚟自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，早喺9500年前呢度已經有人同貓合葬，可見人貓關係有幾深厚。不過呢隻貓嘅體型明顯比現代嘅家貓大，反映貓嘅馴化只係啱啱開始。然後我哋嘅認知已經要直接跳到4000年前嘅古埃及，呢個時代嘅貓已經完全馴化，甚至被埃及人奉為神明。問題係古埃及之前嘅幾千年間，貓嘅馴化過程係點樣嘅呢？我哋嘅認識幾乎係一片空白，而其中一塊拼圖最近終於喺中國被發現。喺中國陝西華山腳下嘅泉戶村係著名嘅新石器時代遺址，呢度最近有一批貓骨出土，年份係5300年前。憑貓骨嘅尺碼推斷，呢啲貓已經擁有家貓嘅細小體型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專家分析貓骨嘅骨膠原蛋白之後，發現其中有一隻貓主要唔係食肉，而係食穀物，反映佢係有人飼養。即係可能早喺5300年前，中國農民已經開始養貓對付老鼠。呢個研究由幾位中國科學院嘅專家帶領，研究成果已經刊登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。呢項發現唔止將中國嘅家貓歷史一口氣推前咗3000年，更加為全球嘅家貓學者提供咗喺古埃及前人貓關係嘅一條重要線索。有線電視記者李嘉文報道。